速咧去翻去9分12秒。好，咁啊南橙呢度咧開波啊！好啦，籃底就係我哋見到先有球員張成恩喺4強嘅時候咧，都見到佢籃底係相當犀利嘅。好啦，傳過嚟，陳永雅，哦，犀利啊！始終身材上咧就似乎係林文產同埋小學呢邊咧就兩個球員都係比較高大啊。好啦，仔，我兩個沙聲呢度好似有啲嗨到啊！張時間，陳永雅入波，由林正源呢度好波落嚟，再搞掂。哇！犀利！兩個波，好啦，又上賽事喎，張時間成功取紅溝到2分起手，紅分。好啦，突破，左手上有黃位。基本上好犀利啊！好啦，張成恩，好犀利啊！男仔咧基本上有佢同埋一個林正源。好啦，上次挑戰啊，林正源咧隻手咧都係好長嘅。哇！我感覺呢次女排嘅字母哥有小學嘅字母哥，犀利啊！好啦，上呢度，突破，哎呀，可惜。好啦，又嚟啦，又係咁多技術，好簡單直接嘅攻勢。
好啦，兩金波起手入張成恩，好呢個就神啦。佢咧投嘅球機會啊，我哋知咧就係曾雲璇。OK， 最近較接近嘅41，林正源，同一招，哇！真係左右到喎，犀利！我坐喺度，想射中佢哋，但係擊對手捉唔到。好，男仔搞掂。哇！後轉身，失平衡之前咧都掟嗰個波上去啊！我坐喺度，呢個拉合，好啦，好好防守啊！呢度失平衡。雙方啊，你場10秒鐘為例，你見到嗰個防守強度咧好高啊！好啦，呢度一手，好被個攻咗，個大口成功啦。好啦，張成恩，張正源，好嚟一個 crossover， 仲要嚟個歐洲步添，再講啦。好啦，呢個夾硬掟上去，其實仲有回咗呢個。好啦，好遠啊，希望可以攞一個。蔡永雅翻過嚟，張成恩後轉身。好紮實啊！你呢個機會到嘛？好啦，過到都係喺歐洲步，但係都係上嗰一下咧，對方都不容易咧就可以越過到對方嘅防線。好，咁啊見到咧，好啦，我哋請問小學中嘅暫停，時間係1分37秒，比數咧係13-6，可能暫停先。再次提啊，喺我哋賽事咧係設有神射手嘅獎項，咁啊冇分小學、中學、大專組嘅，純粹嘅分咧就係男女子嘅啫。咁啊換句話講，小學又好，中學又好，或者大專都有機會可以爭取呢一個射手獎啊！咁啊射手嘅意思就係得分王啦，簡單講，佢月入得最多分嗰個咧就可以攞到呢個獎項，而喺稍後完晒所有嘅決賽咧就會頒發呢個獎項啊！好啦，咁所以球隊嘅成績當然固之然重要啦，但係我哋亦都有個人嘅獎項俾大家爭取。好，暫停完呢比賽繼續1分37秒。好啦，做個單檔之後咧，即刻嚟兩分起手嘅格局。好，好暫停。好啦，咁由於咧就技術上啲問題啦，而家計翻啱嘅時間先，1分23秒左右。好啊，呢個波突破底線成功啊，曾文璇。好啦，正如再嚟，哇！犀利！
我當對手追翻球之後咧，就即刻回應。攞到上個籃板，張成恩又再一次咧，呢度見到好強力嘅上力。哇！基本上真係阻到住喎。喺呢一場波咧，林靜如已經攞咗9分啊，過嘅攞9分啊！哇！呢個仲要做個後轉新 set 唔入，張成恩再補上都唔入。好啦，蔡興豪，時間27秒。好啦，最後時間冇埋，最後13秒，陳永雅左手搞掂，哇，好犀利啊！嚟到呢個階段。